这是点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站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印度学生介绍他对富有慈悲心之和平世界的愿景。司政罗萨桑格表示，2019新冠病毒疫情源于专制政权及其心态。司政罗萨桑格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对印中两国的和平至关重要。联合国专家敦促国际社会对中共采取紧急果断的措施。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证明，纪念西摩拉条约签订106周年。瑞士和平徒步游行藏人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对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通过视讯直播举办夏季歌舞汇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6月26号通过视讯出席了印度古尔冈友善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并向该校师生发表主题为“慈悲与和平世界”的愿景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视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主要分享了他对一个更加富有慈悲利他之心与和平世界的愿景，并强调复兴和实践古印度那兰陀传承的重要性。尊者还指出，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古印度文化，进而改变人类的破坏性情绪，发展内在的和谐与和平。该研讨会由印度古尔冈友善大学在征求达赖喇嘛尊者的建议后举办。该校正副校长和师生透过网络参与了当天的研讨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上周四6月25号在出席由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技术学院名下的世界和平大学举办的2019新冠病毒疫情信息和数据视讯会议。司政在会议上致辞时强调，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给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场疫情也给我们上了一个重要的一课，即目前的体制不足以处理现有的情况。司政罗萨桑格在发言时强调，现代教育体系需要进行合理的改变，主要面向教育儿童发展内在价值，包括同情心和对物质价值的认知。在当天的会议上，主要发言者包括印度前国会议员马拉纳·马哈纳格、南亚大学校长拉维塔·夏尔马先生。与此同时，司政罗萨桑格于本周一6月29号透过视讯会议出席南亚外国记者俱乐部举办的第6届年度会议，并在致辞时强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对印中两国的和平与稳定将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在向南亚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成员致辞并回应提问时，司政罗萨桑格谈到西藏自由运动的前景和发展趋势，以及中共占领西藏与目前中印两国的紧张局势对其他南亚国家的影响等问题。另外，约50名联合国独立专家和30名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于上周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果断措施，评估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专家们在声明中谴责了中共当局对香港抗议民众的镇压，并对西藏和新疆实施的镇压政策，特别是对中共打压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的行为提出严重关切。声明还指出，中共当局迫害揭露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医护工作者，并对新闻工作者、医护人员和揭露新冠病毒疫情的相关人员进行报复。其中许多人被指控散布错误信息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鉴于此，专家们一致敦促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重新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针对香港、新疆和西藏人民及人权捍卫者采取的压制行动，并要求人权理事会采取集体和果断的行动，确保中共当局尊重人权并遵守国际人权义务。
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同意联合国专家对国际社会的紧迫呼吁，并呼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举行特别会议，评估中共正在侵犯人权的行为，让中共当局对此负责。今天7月3号是英属印度与西藏就西藏地位问题签订西姆拉条约的第106周年纪念日。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次汪多杰对此表示，从历史上看，藏英两国于1914年签订的西姆拉条约证明了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被公认为拥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签署条约的权利和地位的国家。另外，本周二6月30号，4名瑞士藏人结束了从伯尔尼到日内瓦的为期1周的和平徒步游行。当天恰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开幕。为了提高人们对中共侵犯西藏人权行为的认识，并使中共当局对其行为负责，流亡瑞士的藏人洛桑塔杰、多杰恩珠、特南和扎西朗杰组成的小组，于上周四6月25号从瑞士伯尔尼的议会大楼开始展开徒步和平游行。本周二在到达日内瓦后，上述4名藏人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递交了一封请愿信，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人权问题。同样，在本月初，现年45岁的瑞士藏人次仁汪堆从瑞士苏黎世至日内瓦展开徒步和平游行，要求中共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于本周三7月1号举办了1年1度的夏季歌舞汇演。作为藏人行政中央推出的2020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运动的一部分，该学院的2个艺术团体在当天的活动上以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主题，表演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及戏剧节目。为满足广大观众朋友对西藏传统歌舞的爱好，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在疫情期间通过视讯全程进行直播。这是该学院60年来首次通过直播举办的夏季歌舞汇演。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